不如一齊駕馭佢。一見到 M2 就頭痛，因為你未遇到我啫。呢個暑假等我幫你短時間駕馭 M2。Hello， 我係 Wilson， 專教高中 M2 嘅。無論你係揀咗 M2 做 elective 開始淆底，定讀緊 M2 開始 handle 唔到，有我 no problem。今個暑假我會開辦3個 M2 課程，分別針對升中4、中5、中6嘅同學。升中4嘅同學聽住咯，我會用2堂幫你搞掂晒 M2 初中要學嘅技巧，再用4堂教你哋嚟緊中4一開始一定要學嘅課題。中3你哋咧應該對 M2 有10萬個問號嘅，咁最尾咧我會同你哋嚟一個 brief introductions 講埋 M2 究竟學啲乜。咁到升中5嘅你咯，我會先用2堂咧極速重溫中4嘅課題，再教你哋中5必考嘅 M2 concept，為中6做好準備。最後就係26 DSE 嘅你哋啦，呢個課程咧對 DSE 至關重要。我會先用4堂教 matrix 同 system 啦，再用4堂教 vectors。咁你哋咧就可以比其他人更加快完成 M2 嘅課程喎。咁之後我哋 regular 堂就可以瘋狂操練 DSE 課題。每個課程咧都包晒我精心設計嘅4大 M2 配套，大獲好評嘅無限操數計劃啦，跟住到 DSE Mock 無限操練、24小時文書服務啦，同埋有 by topic 嘅練習嘅。其實駕馭 M2 絕對冇你想象中難，唔信即刻報名，我哋上堂見。